所以来关心新北市私立幼稚园的饲药案件。即阵有风声讲，校方提出的讲法是，因为前一阵仔流行感冒，受家长委托接饲囡仔感冒药啊。但是有受害家长提出囡仔看病的记录，证明囡仔感冒药啊并无管制药品的成分。因为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是参家长会谈，承诺讲会全力协助家长。检调继续追查幼儿园饲药案件，园长甲老师拢讲是接受家长委托饲感冒药啊。根据家长之一提供电子联络簿啊，囡仔伫学校根本无用药记录，而且幼儿园白纸黑字规定，爱附药单、药袋啊、甲处方签，才互囡仔食药啊。要家长提出看医生记录，囡仔确实感冒，啊，毋过医生开的处方药啊，拢是定定看到的小儿科的药啊，无囡仔身上检出来残留的巴比妥。感受上，教局长就是要规避责任。他一直强调说，巴比妥在这8名孩童身上验出来，但都是微量，一直不断在强调微量。可是小孩子的用药不可能有包含巴比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初到暗时亲身甲家长座谈，承诺伫后续健康就学案底，甲法律层面拢会全力协助。对家长即期，新北市政府是毋是延误处理，一直等到检调介入，才对幼儿园撤照。教育局强调是5月15日才接到饲药定情，马上启动相关机制，这部分原去接受检方调查。昨天跟家长做一个充分的沟通。家长最在意的是孩子们的就医过程的追踪，以及刑事跟民事法律共同集体的诉讼，还有很多在后续要再做的，我们会不断的努力。市府也宣布，要在基公国小成立专门办公室，提供家长实体咨询甲专人关怀服务，也对家长伫座谈会反映，希望对囡仔用无法检验，也将意见转呈予检调机构，由检调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